台灣地區領導人賴清德今年5月20日上任屆滿1年，不滿意佢施政嘅民意大幅度上升，令到佢成為1996年以嚟就職週年民意支持度最低嘅台灣地區領導人。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兼任教授林中山接受堅雜誌訪問時話，以惡劣至極嚟評價賴清德上任1週年嘅表現。佢指出，賴清德政治上癱瘓台灣嘅治理，敗壞民主，打壓言論自由；喺經濟層面就亂台敗家，斷送台灣嘅優勢；喺社會層面又破壞道德，造成社會倫理危機，令到民生凋敝。基本上，他這段時間的這個行為我可以給幾個字包括了惡劣至極。至於台灣的字來講，它是停擺的，是因為它本身來講的話，它就在癱瘓立法院，它讓立法院無法問責，這個整個倫理不存了。現在呢，這個李義廉指都拿掉，也不尊重歷史，不動整個這個社會的倫常，所以基本上來講，它是在敗家。按人民來講的話，那是民生凋敝。現在我們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百業不振。完了以後，你原來的優勢的這個像台積電變成美積電完了以後還要求到日本去投資到印度去投啊，那你不是把優勢的技術都賣出去嗎？那你再加上來講的話，現在台灣人家也沒人敢投資，理由是因為它本身會了核能，現在全部用火力發電，電能又那麼貴，所以能源枯竭的情況之下，已經沒人敢投資了。所以來講的話，面臨這個狀況呢，未來是茫然的。全世界都在走 AI 的路，台灣的 AI 來講已經落後別人太久。我是對於賴清德的表現他是惡劣至極，而且來講話，他後流子孫，所以我講他是在找你。香港國際關係學者趙宇樂認為，賴清德上任後一步步咁樣推獨台獨，將台灣推向危險嘅境地。佢認為賴清德對島內政治對手大清洗，有可能會步韓國尹錫悅嘅後塵。而一味向美國輸送利益交保護費，就令台灣可能變成第二個烏克蘭。我哋就去睇呢個賴清德嘅一個叫做政權。呢個政權呢，其實呢相當之唔穩固，因為見到賴清德呢，佢似乎喺一個底線同有立場，包括就係佢自己喺民進黨裏面一路出身嘅時候，你睇到佢都有好固定嘅一種態度，而呢種態度呢，係講到好清楚，佢係慢慢釋出一種台獨嘅思想。嗱，呢種台獨嘅思想呢，佢就唔係話偶爾去提，而係話好長期、好持續去提，所以就令到呢大陸呢，其實有一個呢好強嘅一個睇法，係會覺得呢一個政權呢，其實係真係有佢嘅問題。但賴清德嘅問題呢，哇多的是，尤其是呢，佢喺上任近1年之際呢，其實佢一路呢做咗好多嘅動作。譬如話佢自己進行一個大清洗啦，係嘛？喺呢個立委裏面咧，其實咧佢用好多唔同嘅藉口，佢一路嘅清黨咧，將會造成咗一種咧寒蟬效應同埋綠色恐怖，進行一種咁嘅所謂專權嘅時候咧，佢將會帶嚟咩後果？嗱，我哋舉一個最新近嘅例子，大家睇得到，譬如好似南韓總統尹錫悅曾經試過係咩呢？雷厲風行地懷疑就話自己喺南韓裏面都有好多北韓嘅間諜啊嘛，好多親北韓嘅人啊嘛，唔係為咗南韓去講嘢嘅一啲嘅政治嘅人物。其實賴清德多少少佢都想係咩呢？通過呢個立法嘅一個程序，係將呢一樣嘢台獨合理化啫嘛。咁所以呢，佢做嗰個方法呢，其實同南韓尹錫悅做嘅粗暴方法係好相似，但係最後南韓尹錫悅下場，大家就會睇得好清楚。佢買美國嘅武器，成個過程裏面差唔多用咗成近100億美金。有啲軍事專家話唔夠㗎，美國嗰邊佢就話你要10%先到。咁有啲人又計一計10%即係等於幾多？400億嘅美金。咁所以如果係咁樣嘅時候，你將會係被咩呢？美國嘅軍售係一路拖累住你嗰個國民嘅經濟增長。除此之外，好啦，當你話喂我唔夠嘅時候，你自然就要諗下你究竟有乜嘢值錢嘅嘢家當攞出嚟去作為你嘅保護費，會唔會走下，你開始要售賣台灣嘅資產呢？但呢個不禁令我哋關心嘅問題咩呢？變咗烏克蘭嘅問題。趙宇樂認為台灣人民眼睛係雪亮嘅，期望有更加多民間嘅意見慢慢表達出嚟，對賴清德說不。
讓賴清德知所進退，否則推倒重來嘅機會好大，軍事衝突嘅機會亦都將會增加。